近排啊，國際局勢咧真係立立亂啊，而美國同埋歐洲咧就好似約埋咁樣喎，一齊將個矛頭指向我哋中國。一邊廂咧，美國嘅特朗普就冇如願拎到佢心心念念嘅諾貝爾和平獎，佢嘅心情啊真係差到爆啊！轉個頭咧就對我哋中國輸美嘅商品咧落死手。而另外一邊廂啊，歐盟咧突然間又拎翻半個世紀之前嗰份聯合國嘅第2758號決議，仲刻意歪曲個內容，想喺台灣問題上面製造灰色地帶。美國同歐洲咁樣一唱一和，擺明就係想上演啊聯手對抗我哋中國嘅戲碼。喺歐洲同埋美國嘅角度咧，就覺得呢啲計仔咧可以搞到我哋中國，但係實際上啊，其實就錯漏百出。而我哋中國啊，一早就準備好兩招嘅反制措施，搞到佢哋手忙腳亂。香港青年走在最前，大家好，我係阿西。話說咧，特朗普呢排咧真係超黑仔。佢心心念念嘅諾貝爾和平獎咧就冇得到手，而當佢啊仲未喺呢個失意之中走出嚟嘅時候，就竟然將佢心中嗰團怒火啊發洩喺我哋中國身上。佢近日啊就突然間宣布，從11月1號起，要對來自中國嘅商品加徵額外嘅100% 關稅。咦，咁樣計一計，美國對華輸入商品嘅關稅啊，就從原來嘅30% 關稅直接飆升到130% 關稅。佢咁樣做啊，梗係同搶錢冇分別啦。而有人就可能會問，美國加咁高關稅，中美貿易會唔會直接脫鈎㗎？其實就唔一定嘅。如果美國嘅進口商願意自己揞荷包嘅話，承擔呢一筆額外嘅100% 費用，咁生意仲可以繼續做嘅。但係問題係，咁一嚟佢嘅利潤咧就會大幅縮水，甚至可能會蝕本添。而特朗普之所以揀呢個時候嚟到發難，原因其實就好簡單嘅。我哋中國咧早前就發布咗2項維護國家經濟主權同埋安全嘅措施，而呢一樣嘢啊就直接篤中咗美國嘅痛處。搞到特朗普啊，完全方寸大亂咁樣，只能夠靠加關稅呢條老套路咧嚟到發泄。其實講到底啊，呢啲都係美國自己搞出嚟嘅禍。而我哋中國嘅反制咧，向來都係對等回應嘅，從來都唔會撩事鬥非。但係咧，我哋一樣都係唔怕事㗎。而特朗普就以為加關稅呢條路咧，就可以令到我哋中國去讓步。其實根本啊，佢就睇少咗我哋中國嘅底氣。而面對特朗普嘅施壓咧，我哋中國咧係冇驚過㗎，反而咧就好鬆容咁樣打出咗2張好牌。而每一張啊都打到美國嘅7寸上邊啊！咁首先我哋嚟講下第一張牌啦。喺10月9號嘅時候，我哋中國商務部就宣布咗稀土及相關設備技術出口管制。其實大家可能唔知道啊，稀土呢樣嘢咧睇落好似好普通咁樣，但實際上咧佢係軍民兩用嘅戰略物資嚟嘅。民用方面咧，通常就會用喺汽車上邊；而軍用方面咧更加重要啦。就譬如美國自稱為最先進嘅隱形戰鬥機啦，仲有有源雙控陣雷達啦，都係離唔開呢啲高純度嘅稀土嘅。而我哋中國向來啊都願意出口稀土俾其他國家用於民用領域上面嘅，但係若然講到軍用咯，尤其是落入啲對我哋中國唔友好嘅國家上邊，咁樣無疑係會影響到我哋中國嘅國家安全㗎。呢點咧我哋絕對唔會容忍嘅。而更加關鍵嘅一點就係，我哋中國喺提煉稀土嘅設備同埋技術上邊咧係擁有獨步天下嘅優勢。而早喺我哋中國加強管制之前，美國同埋西方國家咧曾經周圍咁樣揾稀土，仲想偷偷搶奪我哋嘅提煉技術，但係結果大家都見到啦，佢哋始終都係搞唔掂。喺冇咗中國嘅設備同埋技術之下，想提煉到軍用級別嘅高純度稀土，你諗都唔使諗啊！而且而家睇落啊，仲真係遙遙無期添啊！而美國之前仲話想喺美國本土入邊興建稀土提煉廠，仲話想擺脫對我哋中國嘅依賴，結果搞咗好幾年，個進度真係慢得驚人啊！一方面技術就唔過關，而且好多核心嘅設備咧都要喺我哋中國入邊進口。而另外一方面啊，就算俾你買到設備，根本都冇熟手嘅技術人員，而佢哋提煉出嚟嘅稀土啊，始終達唔到去到軍用級別嘅水準。而而家我哋中國加強管制咗之後，美國嗰幾間稀土企業啊，就直接宣布暫停提煉廠嘅項目，就連美國股市嘅股價都跌咗一大截。可見佢哋所謂嘅稀土自主啊，根本就係紙上談兵。而我哋中國今次加強管制咧，一方面咧就係防止稀土嘅材料同埋技術輕易流出。另外一方面就係為咗防範技術間諜嚟到偷取我哋嘅提煉技術，確保我哋中國稀土上面嘅主導權同埋話語權。而且呢招嘅效果好快就顯現咗出嚟啦。近期有媒體講到，美國軍方嘅先進戰鬥機嘅交貨日期咧已經出現咗問題啦，而且連全球頂尖嘅光刻機生產公司 ASML 咧都要調整佢哋交貨時間。而佢哋所講嘅調整交貨時間咧，實際上就係減產或者延遲交付。原因就係因為製造光刻機嘅原材料稀土俾我哋中國斷供咗之後，佢哋就生產唔到出嚟啦。就算美國搶咗全世界嘅稀土礦，
如果美國冇技術提煉出嚟嘅話，根本都係冇用嘅，而且根本解決唔到佢哋燃眉之急。而第二張牌咧，就係我哋中國嘅交通運輸部喺10月10號出台嘅港口費加徵措施，由10月嘅14號開始，我哋中國會對停泊內地港口嘅美國船隻額外加收港口費，頭半年咧就會每噸400蚊人民幣，之後咧會逐次遞增。而大家可能就會問啦，點解要揀呢個時間呢？就係因為美國對我哋中國嘅船隻加收港口費嘅生效時間咧，同樣都係10月14號。而我哋中國呢個做法啊，就係話俾你哋美國知，如果你夠膽對我哋落手嘅話，我哋就會進行對等反擊。而呢兩招一出啊，美國咧就俾我哋中國打到一個措手不及，尤其是喺稀土管制上邊，就直接斷咗特朗普想實現稀土自由呢個念頭啦。而特朗普之所以咁嬲，仲要急住對我哋中國加徵報復性嘅關稅，根本就係冇辦法諗唔到其他計仔出嚟對付我哋中國。而正當特朗普喺貿易上邊咧對付我哋中國嘅時候，美國嘅最親密盟友歐盟咧又跳咗出嚟，而且今次仲扮演住幫兇嘅角色。佢哋歐盟咧就突然拋出一份聲明出嚟，就將半個世紀之前嗰份聯合國2758號決議咧就拎翻出嚟講，而且仲要刻意歪曲呢一份決議嘅內容。而歐盟佢哋就話喺1971年通過呢份決議嘅時候，只不過係確認咗喺聯合國上邊邊一個代表中國，即係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咗中華民國喺聯合國上面嘅地位。而佢哋就話喺呢份決議入邊就冇寫到台灣省係屬於我哋中國嘅，所以咧就唔應該用呢一份決議嚟決定台灣省嘅主權歸屬。呢番說話擺明就係踩住我哋中國嘅紅線，挑釁我哋中國嘅核心立場。我哋中國一直都主張第2578號決議，唔單止恢復咗中華人民共和國喺聯合國上面嘅合法席位，更加喺法治同埋法律嘅層面上邊確認咗中國對台灣省嘅代表權。而當年呢一份決議通過嘅時候，國際社會已經普遍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嘅原則，台灣省只係我哋中國嘅一部分。呢個政治現實先係決議嘅基礎。而且當年有份投票嘅西方國家根本冇一個提出異議，足以證明呢個理解當時咧就係一個普遍共識。其實一直以嚟歐盟同埋我哋中國嘅貿易咧互相往來都係非常之密切嘅，就好似德國咁樣啦，佢哋嘅汽車工業同埋化工業咧好大部分都要靠我哋中國市場。仲有法國嘅奢侈品同埋農產品，亦都好倚重我哋中國嘅消費者。而呢啲國家心裏邊都好明白，如果為咗配合美國而同我哋中國搞對抗，搞到同我哋中國嘅關係惡化，最終損失嘅只不過係佢哋自己嘅經濟利益。所以當歐盟呢份聲明出爐之後咧，私底下有幾個歐盟嘅成員國都對呢一份聲明係有保留嘅，甚至唔願意公開附和添。可見呢一種聯合對抗咧，根本上就唔係咁團結。而而家歐盟突然拎翻呢一份決議出嚟講咧，兼且嚟到重新定義，根本就唔係為咗學術討論，而係想搶奪嗰個解釋權，就係邊個能夠定義聯合國決議嘅意義，邊一個就能夠喺國際體系當中佔據主動。尤其是喺而家中美博弈嘅大背景底下，歐盟呢一份聲明咧，根本就係一次立場嘅表態，但係又喺法律上面留低模糊嘅空間，為美西方喺台灣問題上面搞動作咧留低伏線。講到底歐盟呢一招咧，同美國嘅文字遊戲咧如出一轍，捉住決議入邊冇提到台灣省呢一點，製造法理上面嘅灰色地帶，方便自己喺外交上面搬龍門，既唔直接否認一中原則，又能夠為同台灣省嘅來往咧保留操作空間。而且呢個做法佢哋仲有兩個私心嘅。第一就係配合美國喺台灣問題上面國際化，將本來屬於我哋中國內政嘅議題推上國際舞台，幫美國嘅對華策略搭把手。第二就係台灣省喺全球嘅半導體產業鏈上係處於一個核心嘅位置，尤其是台積電喺製造高端芯片上面嘅優勢。呢一樣嘢令到歐盟咧都唔咁睇小佢，而歐盟咧就係想靠呢個法理模糊嚟製造籌碼，等第時同我哋中國傾經貿關係嘅時候咧多幾分討價還價嘅本錢。但歐盟嘅如意算盤打得再精都好，都唔符合事實同埋國際規則，因為聯合國體系對2758號決議嘅執行咧一直都係好明確同埋好一致。無論係聯合國大會嘅官方文件會費統計，定係各類國際機構對台灣省嘅入會申請處理，都好清楚體現咗台灣省係我哋中國嘅一部分。歐盟想靠歪曲決議嚟到搞事，呢個根本就係自欺欺人。而特朗普以為咁樣聯合歐盟，靠加徵高關稅同埋限制軟件出口，就可以逼到我哋中國讓步。但係實際上佢手裏邊拎住啲咩牌咧？我哋中國咧一早就睇得一清二楚噶啦。難聽啲講句特朗普手上面揸住嘅全部都係爛牌。而其實特朗普其實手上面咧拎住3張牌，第一張牌就係台灣牌。特朗普咧一直都想用台灣省嚟牽制我哋中國，而問題就係美國真係夠膽為咗台灣省而對我哋中國開戰咩？個答案就梗係唔敢啦。台灣省係我哋中國嘅不可分割嘅一部分，
呢個係國際社會上面公認嘅事實，亦都係我哋中國嘅核心利益。我哋中國絕對唔會容忍任何分裂國家嘅行為。而第二張就係東亞牌，即係美國嗰啲狗啊、日本同埋韓國。但其實而家呢兩個國家咧都唔係好聽美國之笛㗎。我哋首先講講日本方面啦。本來有望接任第一位女首相嘅早市高苗，因為自民黨嘅伙伴公明黨咧就同自民黨抹面，而高市早苗想當首相咧，其實而家根本就冇乜可能㗎啦，根本咧就動用唔到日本嘅資源嚟到對付中國。而韓國方面其實近年我哋都見到佢唔想跟住美國走，怕得罪中國影響佢哋韓國自身嘅經濟利益。如果咁睇法嘅話，美國想靠日韓嚟到想搞我哋中國麻煩嘅話咧，根本就唔使旨意。而第三張牌就係菲律賓牌。前排我哋咪睇到菲律賓喺黃岩島上面咪搞咗一輪扶 fit 嘅，又話本身黃岩島係屬於佢哋菲律賓嘅。其實佢咁樣做法根本撼動唔到我哋中國嘅一分一毫。記唔記得特朗普之前咧咪話澤連斯基手上面冇牌嘅，到而家佢對住我哋中國上邊咧手裏邊嘅牌其實同冇牌咪係差唔多。而至於特朗普話限制軟件出口俾我哋中國嘅舉動咧，其實對於我哋中國嚟講係一個機遇嚟㗎。你哋美國唔俾我哋用你哋美國嘅軟件，我哋咪自己生產咯。而且仲可以推動本土軟件嘅產業發展，加快實現自主可控。反而我哋睇睇美國股市嗰邊，就係因為特朗普呢一系列嘅動作，美國嘅三大指數就應聲下跌，根本攔都攔唔住。而面對美國同埋歐洲嘅聯合抵抗，我哋中國嘅反應咧，亦都唔會只係停喺口上邊嘅口頭警告。除咗稀土管制同埋港口費反擊之外，我哋中國仲有完善嘅法律體系嚟作為支撐，就好似反分裂國家法同埋反外國制裁法，都可以用嚟應對外部干涉。而其實我哋中國嘅目的咧，就唔係話要同你哋美國同埋歐洲對抗，而係要劃清紅線，警告嗰啲企圖挑戰我哋中國核心利益嘅國家同埋勢力，喺兩岸統一嘅問題上邊，絕對唔會因為幾份聲明、幾次嘅加徵高關稅咧而改變嘅。我哋中國喺主權同埋核心利益問題上邊係冇任何讓步嘅餘地。美國同歐洲想歪曲聯合國嘅文件，搞聯合對抗嚟到動搖我哋中國嘅原則，最終只會碰釘㗎咋。咁好啦，今日我哋分享就到呢度啦。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哋香港青年頻道，拜拜。